来领受上帝话，记在新约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8节第2圣经22页。马太福音18章15节。即使恁的兄弟得罪你，就着去。干那你甲伊一个时，指明伊的毋对，伊若听你，就得着你的兄弟；伊若毋听，就着带一两人相甲去，用两三人的嘴做干净。逐句话通做标准，若毋肯听因，就甲教会讲。若阁毋肯听教会，就着看伊亲像外邦人，甲抽象的亲像18节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原来恁伫地面北个，伫天面也要白因；原来恁伫地面头个，伫天面也要头因。以上，即是要请咱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题目是带一个两人同去。很感谢的弟兄，我多谢你是祷告。主必听咱阿爸对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主你会当敬拜，我有福气当来敬拜你。特别今仔日是阮家人教会设教45周年感恩礼拜，我很感谢主过去45年中间安怎引带阮的信仰前辈来设立这个教会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。来经验着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心上，阮就来献上阮的感谢。阮今仔日真欢喜，要伫这所在甲主来上坐倒，佮一摆来领受主你的恩典。阮也有5位的这个圣灵洗礼，1位的小灵洗礼，我嘛即将做一个芳芳的祭献上伫你的面前。那阮的学习将做一个和平使者时，阮已经进到伫第9课。阮献上阮的感谢，求主你来帮助阮。你应允阮讲，互人好评，人好去，因为伊要称做上帝的囝儿。阮直接来学习，因为阮是上帝你的囝儿。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来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，互咱祈祷靠主耶稣的名。平安，阿门。咱今日真欢喜，伫这所在上个组织，很高兴今天在这边大家一起来敬拜。一方面，咱来庆祝咱的设教45周年；一方面，我们来庆祝我们设教45周年纪念。咱过去5年，过去5年中，咱拢是伫这个主日做欢庆主日。我们都在这个主日当中做欢庆主日礼拜。因为咱拢经过2个月的这种灵命操练，因为我们都经过2个月的灵命操练，咱将这个初熟的果子来奉献给上帝。我们将这个初熟的果子来奉献给上帝。那今天咱虽然这个和平使者的课还没完成，虽然今天这个和平使者的课程还没有结束，但是也拄啊当着礼拜日，今仔日是咱的这个设教的主日。刚好遇到今天是我们设教45周年纪念日，咱依然伫这个所在来聚会，所以我们依然在这边聚会，遵照来鼓励咱的设教45周年的感恩礼拜，举行45周年的感恩礼拜。咱们今仔日嘛有洗礼，今天同时有洗礼，咱就将这个将做一个香的祭奉献伫上帝面前。我将这个当成馨香之祭献给上帝。当咱和平使者，咱有拢种4步。和平使者总共有四大部分。咱头一步是荣光上帝，第一步是荣耀神，然后经过3个课，经过3个课程，咱在所有冲突发生的时阵，所有冲突发生的时候，咱的中心点就是要荣光上帝。我们的中心点就是要荣耀上帝，然后就是要利益别人，然后利益别人。因为安尼，咱家己就哪来哪参像基督。因为这样，我们就越来越学像基督。咱要利益别人的时阵，咱先检讨咱家己。我们在利益别人之前，我们先检讨自己。所以第2步就讲安怎拄起咱目睭内饮茶。
所以第二步就是怎样除去我们眼中的梁木。到你第三步，咱就是毋望会当，互对方也会当知伫即个冲突中间，伊的责任是甚物。到第三步就是让对方知道他的责任是怎样的。咱上过2个课，我们上过2课，第一个是讲伫你甲我中间，第一课是只在你我之间，而且讲起讲，咱若要冲突上解好，咱是原谅对方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原谅对方，无爱计较，不计较。但是但是安尼做，只有互彼此会当离搁较开，但是有时候这样反而会让双方越离越远，甚至伊家己会做表现搁较伤害人的种行为，甚至表现出更伤害人的行为出来。若有一个人伊袂当献跟上帝时阵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荣耀神的时候，这个罪就会破坏人的关系，这个罪就会破坏人的关系，也会当伤害着家己，也伤害自己。在这个时阵，咱在帮助伊，看见伊需要改变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帮助他看见让他看见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。这个功课真难，这个功课很难，但是咱若透过上帝恩典，但是透过上帝的恩典，互咱有智慧，让我们有智慧，咱人讲正确的话语的时阵，能说正确的话语，包括咱承认咱家己的毋对，包括承认自己的过错，相信安尼努力，上帝要祝福。相信这样的努力，上帝会祝福。这是咱要甲别人温柔挽回头一课。这是要温柔挽回的第一课。第二课是咱顶礼拜所讲的。第二课是上礼拜所讲的，就是讲要安怎伫人内底讲诚实话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咱靠着上帝的帮助，靠着上帝的帮忙，咱用听心伫人内讲诚实话3个原则。用爱心说实话，说诚实话3个原则。头一个就是学习安怎用福音做中心。第一个学习如何用福音当成中心，就是伫咱来讲造就人的话，就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第二，咱来认真来听对方所讲。第二，要认真倾听对方所讲的。像雅各书甲咱讲，你来紧紧听。好像雅各书所说的，你们要快快的听。第二、第三就是讲，你来讲用上天的智慧去人讲。第三，就用属灵的智慧跟人家说，毋是用咱家己的智慧，不是用自己的智慧。上帝赏赐互咱的智慧，来讲诚实话。用上帝所赐的智慧来说诚实话。咱嘛需要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，就训练这个技巧。我们必须要在生活当中训练这些技巧。常常伫咱在平常时的时，就练习这种技巧。在日常生活中都练习这种技巧。安尼，当咱有冲突发生的时阵，当有衝突發生的時候，咱就會當真容易伫迄個所在來處理，將有幫助於處理這個衝突。所以毋望咱每項攏有上帝，互咱一個智慧嘅。盼望每個人都有上帝所賜的智慧，咱來知安怎去挽回對方，知道如何挽回對方。所以第一課講到要啥物時陣去講。第一課說到什麼時候去講。第二課講到要安怎來講。第二課說到如何去講。那今仔日第三課是要講什麼？第三課要說的是什麼呢？直接來講，咱已經知影要安怎來幫助對方，是要幫助對方知影伊衝突中間的責任。是要幫助對方能知道，而且看出在衝突當中所該負的責任。前兩課嘛，甲咱講啥物時陣伊要安怎講。前兩課已經告訴我們在何時以及如何講。但是這所在，咱若是甲對方無辦法家己來解決的時陣，那如果對方跟我們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，咱就需要第三者來幫助。我們需要第三者來幫忙。但是第三者要做到什麼程度？但第三者要做到如何的程度呢？伊這個過程要安怎來進行？這個過程要如何進行？聖經中間嘛，互咱一個教導。聖經給我們一個教導，就是佇馬太福音第18章15節到18節，就是在今天的經文馬太福音18章第15節到18節。但是咱嘛真驚講，咱照着話語安尼看去做時，咱嘛做唔到。我們很擔心按照話語來做，可能會做錯。所以咱嘛要進一步來學習。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學習。今日咱所讀的聖經就是這個所在。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就是這樣子。咱頭拄仔已經是讀台語，我們剛才讀台語，咱若看這文模頂頭有這個特色出來，這個字就是咱今仔日所要看的，咱包括5個這個展出的。螢幕上所列預設的部分，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5個層次。內底咱這麼實個來看華語，咱請那個中醫甲咱讀冊。第15節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
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1、2个人同去，要凭2、3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，他们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照着顶头所用这绿色的部分，照上面绿色的部分。讲到5个层次，有5个层次部分，咱来看，我们来看所在头一个就是讲，咱爱了解怀计较迄个真小这种唔对，我们要宽恕小过错。第2就是讲，咱来私底下去谈。第2个是私底下去谈。第3，咱来带1、2个人去。第3是带1、2个人同去。第4，咱来甲教会讲。第4要告诉教会。第5，爱将对方甲看做唔是信徒。第5将对方视为非信徒。这意思是讲一步一步来，这是有一个层次来。但头拄仔圣经再来看，要安怎进到第几层时，其实就是咱要来学习的部分。这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部分。咱头一个来看，我们首先来看。你要安怎对这种原谅、这种真小这种冲突的时候，我去甲计较。我们先来看如何去宽恕小过错。咱会当来看，咱要安怎因神应人，如何来容神一人？要互咱为什么互咱会当愈亲像基督？如何来更学像基督？所以咱真可能咱要放弃咱的权利，甚至可能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权利。咱就单方面感觉这个卖计较啊。我们就单方面来认为这个不要计较。我愿意来原谅伊，我愿意来原谅。我愿意袂计较，我愿意不计较。安尼，这个冲突就袂迄个所在来发生。这样这个冲突就不会发生。咱的主毋望咱拢会当安尼。我们的主都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子，但是有的情形袂当。但有时候没办法，就进到第2，就进到第2个阶段。这个所在甲咱讲，咱需要私底下去谈，这个就是要私底下去谈。什么时阵需要私底下去谈？什么时候需要私底下去谈？要甲咱讲到3个。这边有3个原则。头一个就是讲，咱得罪着对方。第一个是我们得罪了对方。这是课本第5课甲第6课讲。这是课本第5跟第6课所讲。第5课讲到就是讲冲突是伫咱的为心来开始。第5课所讲是冲突从我们心里发出。咱学习到什么叫做偶像？我们学习到什么叫偶像？对一个欲望，你有个欲望，这欲望你若因一定发展到讲我一定要，这欲望发展到我一定要，袂当得到满足，没有办法得到满足，你就开始有这个论断，这个就开始论断出来，然后论断到你就有一个处罚就会发生，处罚发生，这个冲突就伫迄所在袂当避免，冲突就自然产生。到第6课时，甲咱讲，在第6课，咱来认罪带来自由，我们认罪带来自由，讲咱就要为悔改开始，我们要从悔改开始，自我省察，然后认罪，然后认罪，个人也来改变。个人来改变，真正还是真多。我们学习，包括我们要安怎审查家己，包括如何审查自己，你才知影对唔对，才知道哪边错误。认罪有7个 A， 认罪有7个 A， 唔是干嘴讲就好，不是嘴巴讲。你要进到真深沉的真正认罪。我们要进入到很深入的认罪。这是讲咱咱得罪着对方的时候。这是我们得罪对方的时候。第2就是讲对方伊所犯的这个唔对事的受严重，咱袂使忽略。第2是对方所犯的过错太严重，无法忽视。这是第7课第8课讲，这是在课本第7、第8课。咱拄啊已经复习过啊。我们刚复习过。第3就是讲，假使这个冲突发生有一寡这个物资的这种问题伫，有重大的物质上的争议的时候，有这种遗产真大金额牵涉伫内底时，例如有很大金额遗产牵扯在当中。这个到后壁11课时所在会当讲，这我们在后面11课的时候会提到。当着咱要私下来讲的时阵，当我们私底下要谈的时候，咱会当来找到一个敬虔有智慧的属灵长辈来辅导来鼓励。我们可以寻找敬虔有智慧的属灵长辈来辅导跟鼓励。要互咱看见讲咱家己的唔对，使我们看清自己的过错，佮非常有智慧来甲对方回应。
并且有智慧的回应对方，这是咱两个人家己私底下对咱解决